好灾区唔若需要钱，需要物资，最后买中价嘛真需要卡手。唔若内政部派替代役外役假，嘛有10外个受刑人来斗3工。也即马到暑节连假结束，今仔日虽然是上班日，透早游园有真侪人来支援。 火车到花莲公路了后，真侪早刷跳的志工落车，准备要去灾区斗3工。那时候连假看到很多人都来帮忙，那我们也是尽小小的力量，可以帮助这边的光复乡亲。今天是想来刮土，对，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护理师，看能帮什么忙。 虽然到暑节连假结束，30透早也是有真侪志工为各地赶来，想要到协助中建。一个为火车头出来，就会当看到真侪二手的虾讲摆甲真整齐。 光复火车站的门口，在南边摆满了大量的雨鞋。这些雨鞋其实都是前3天连假的时候志工们穿过的雨鞋。不过因为可以再利用，经过大致的清理清洗之后，许多今天来的志工还是可以再使用，达到资源再利用的目的。直到收假的时阵，真侪志工甲用袂到的虾讲留伫灾区，有爱心的人士一箱一箱甲洗好清气，内底嘛消毒，而且甲寸球写好清楚。 有需要的志工买当来使用，觉得很棒。那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吗？哦，可以。我其实自己有带，只是我这个有点紧，我想说换一双松一点的会比较好做事。圆敲，因为想说大家都来这边帮忙，然后留给下一位，让下一位就是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善传下去。 除了虾讲以外，有志工甲沙跳顶顶的工具留伫遐，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来遮斗3工，把救灾的量能延续落去。 虽然市区已经真拍拼咧清理，不过也是有真侪条车路甲学校，也有真侪路沟仔霉。内政部支援超过70个替代役来协助清理，花莲自强外役假嘛带10外个受刑人投入救灾。大家同心协力所清出来堆积在道路的污泥，以及家户清出来的垃圾，要优先能够排除。 官府表示，所落来清理的工课，会甲重点放伫咧人家厝清出来的家具、甲路沟仔霉，会先甲载护走。所落来巷仔甲车路嘛会看情形来做管制。另外，灾区的路沟仔霉内底可能有铁片甲幼玻璃等等危险的物件，已经发现有民众去刮掉或者是擦掉的情形。组织团队指出，目前已经完成超过500例清理空喙甲填空喙等等的手术，嘛提醒救灾人员爱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